資訊爆炸加上產生通訊的突破，已經改變多數人寫作甲閱讀的習慣。不過，這群參與台南社區大學公民寫作班的學員相當難得，家己編採創作的刊物《土豆》已經來到第15期。新冊的合作外婆家佇鼎在溫，學員想要到家己偏僻故鄉，卻是有重要的文化歷史地位，所以透過文字加插圖，更加明白家己生長的土地。老師非常的鼓勵我們把自己真實的經驗記錄下來，這個是不是官方或是政府方面可以提供的第一手的資料，是最真實的。那不管文筆好不好，他認為我們記錄下來就是一個小小的貢獻，我們的存在還是有意義的。最主要是這個吊橋的部分，就是因為我看到陳次雄先生的那個老照片，真的很有感，就很想要把他重點就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再给他畫下來。這次是鼎在溫，就是說我們有個城裡城外的概念，因為我們對城外的。一般人家說台南一般都說府城，很少提到像城外的事情，有一個連接線，就是從鼎在溫考中家大來到水皮溫吶，就是說從城外走到城裡這個過程，所以我們這本書的書寫是這個脈絡來的。新冊選佇台灣文學館發表，真濟教育文化界人士攏到場參與，共同推薦土豆公民文學，重回歷史現場，寫在地故事，傳承生活歷史記憶精神。記得老師吳茂成回顧這15年來，出行公民寫社區故事有相當的感觸。公民文學不是講咱寫過去，其實寫一個土地。特別這內底有一個精神，就是張金田老里長，伊是5日了莊，伊做里長了來，伊就想講5日了莊應當安怎來有一個都市計劃好的發展，所以這是現代社會，不是講建講過去，是在想講咱未來應該安怎。由台南社區大學公民寫作班師生共同經營的土豆公民文學，已經邁入第16檔，期待佇100年以後會當成為台南民間版本的書記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